8月太岁夜时节，屏东嘉东地区饮水兴洋村有个开面店的阿姨，以可能自家的能力，替2个儿女入村间家业。 面店也重新开幕，做的讲是在其村间新每年的典范。中华民国逢14会对今年开始，也在台北的华山艺文中心展出在其更加村间的景图，为欣赏大家对在其的关心，也要提醒大家莫添兵吓灾难。 做在吊彩色嘅衫，韩国面带笑容，除夕早晨对嘉东屏东来嘅88岁在所在民众阿姨，特别送别老大家分享自家在短时间内靠自家嘅力量重新起起来嘅过程。阿姨老大部分民众定定爱支援嘅重建其几年无穷样嘅系，灾难过后其尽想办法，同屋企人共心合作，积极整顿家业。2个月过后，本地嘅面店又再个开幕嘅。 修复的时间是2个多月的时间，就很快的把它重建起来，就是靠家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很快把它重建。水灾过后，民间团体组成88水灾服务联盟，老政府共下港业重建工作。我们都学到了如何去面对自然，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挑战。 像阿英的故事，或者阿英的现实的生活，还有更重要一点，如何去将心比心的，能够去帮助别人。因为基于跟原乡、跟土地啊、跟生活的关系哈，他们还是要选择在这个山上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是加强这个避难救灾的这个设施。 下年嘅祝福花嘅写字上呢，1両3定1両擺到門外，拖出去以中年嘅88水災，一條寫上呢象徵等88災區嘅重建之路，將會持續進行，要提醒大家愛對災難地圖學到教訓。下個新聞連見由希麗麗特別報道。